近日，香港頂級富豪劉鑾雄迎來75歲生日，冇名流雲集嘅壽宴，冇鋪天蓋地嘅花籃，最應該出現嘅現任老婆甘比同3個仔女，社交賬號成個全程一片死寂。打破呢份詭異嘅係早被踢出家族核心圈嘅呂麗君個女劉秀瑩，佢貼出爸爸後生時彈吉他嘅舊相，配文多謝你為我做嘅一切，爸爸。一邊係手握大權嘅現任老婆集體失聲，一邊係被切割咗10年嘅前任仔女高調送暖。呢種冰火兩重天嘅反差背後，究竟藏住點樣嘅權力暗湧？當千億帝國嘅揸 fit 人連企起身嘅力氣都冇嘅時候，邊個喺真正操盤呢場冇聲嘅資產爭奪戰？第一章，一場生日宴，照出豪門最真實嘅面。劉鑾雄75歲生日嗰日，甘比一家連一句祝福都冇出過。港媒將呢段時間嘅沉默形容為處境尷尬，畢竟跟翻圈子嘅慣例，呢種級數嘅豪門大壽，現任太太出個 post， 仔女排住隊送祝福，係再標準不過嘅流程。但偏偏打破安靜嘅唔係甘比，而係劉秀瑩。佢揀咗一張劉鑾雄20幾歲時嘅舊相，白恤衫、黑長褲，攬住吉他，眉眼之間帶住後生人嘅英氣，同外界印象中嗰個殺伐果斷嘅股市狙擊手判若兩人。另一張係佢自己盤腳坐喺草地彈吉他嘅近照，兩父女標誌性嘅大鼻哥同嘴唇幾乎係同一個模倒出嚟。配文寫得幾直白，爸爸，我終於明身上嘅音樂係邊度嚟㗎啦。最後嗰句多謝你為我做嘅一切，爸爸，75歲生日快樂，溫情到令人個心揦住揦住。要知道，就喺10年前，呢個女仔同細佬劉子峰仲俾趁老豆送千億家族信託嘅受益人名單入面徹底剔除。嗰陣時，所有人都斷定呂麗君一脈就係呢場豪門紛爭入面徹底出局嘅戲子。但10年後嘅今日，劇情來咗個180度大轉彎。就喺生日前1個月，2026年6月，香港尖沙咀 K11 影院嘅一場電影首映禮上，75歲嘅劉鑾雄坐住輪椅現身，全程由16歲嘅細仔劉子峰貼身扶住。面對鏡頭，劉鑾雄笑得好隨和，只講咗一句：我個仔都想睇呢套夫。就呢一句話，引爆咗全港討論。一個曾經俾親爹當眾割席嘅細路，而家反而成為病中老豆最貼心嘅依靠。一邊係手握幾百億資產，陪伴10幾年嘅老婆甘比缺席，一邊係被踢出家族信託嘅前任個仔推住輪椅寸步不離。你話係咪咁啱得咁巧？第二章，甘比嘅沉默唔係冷漠，係被困住咗。好多人一見甘比冇聲氣，第一個反應就係兩公婆感情淡咗，甚至有人直接扣上分辨嘅帽。但如果你真係咁諗，就太膚淺啦。甘比而家面對嘅，並唔完全係一座可以攤喺上面安心掃剪嘅金山。華人置業呢幾年捲入某內地大型房企嘅債務風險，賬面浮虧一度去到100億港元級別。甘比作為行政總裁，日日忙住重組債務、訂售資產，公司實際運作已經俾鄭家三姊妹分工包辦，鄭海運管執行，鄭思運管法務，鄭樂運管日常營運。呢個時候大搞私人壽宴，風險極高。香港聯交所對上市公司嘅信息披露睇得好緊，公司正處於資產重組嘅關鍵期，實控人如果太高調慶祝，小股東即刻會覺得賬面危機解除咗，跟手搞出個股價異動，邊個都孭唔起呢個鑊。甘比早就脫離咗跟住劉鑾雄身後嘅乖巧太太身份，作為華人置業嘅實際負責人，佢而家出一條動態，講一句說話，都要先拎去過合規部門嗰關。喺100億級別嘅爛賬同嚴格嘅監管面前，佢根本冇隨便放閃嘅自由。做嘢嘅人俾壓力壓到透唔到氣，冇包袱嘅人反而可以漲出夫做足。更何況劉鑾雄換腎後免疫力極差，一場普通感冒都可能致命。保鏢扶佢嘅時候一定要隔住白毛巾，遞文件前要紫外線消毒，連普通香水味都可能引發身體反應。喺香港炎熱嘅天氣入面，
人哋著短袖，佢卻要包住厚外套，圍住頸巾。甘比嘅日子雖然風光，日頭主持董事會，夜晚睇住營養師配餐，深夜仲要起身 check 醫療設備，幾乎冇一晚覺好瞓。一個需要長期靜養、精力衰退嘅病重老人，一個要獨力撐起商業帝國、不斷奔波嘅女強人，兩種生活節奏，似兩列逐漸駛向唔同方向嘅列車。第三章，呂麗君，松豪門戲虎到幕後操盤手嘅10年蟄伏。要讀懂呢場博弈，一定要將時間線拉返去10年前。呂麗君1979年出世，家境唔錯，老豆開塑膠廠，手上有幾棟投資物業。1998年參選港姐落選後，轉身去咗倫敦國王學院讀化學，一路讀到博士。留學期間喺雷門店打工賺生活費，透過朋友介紹知道劉鑾雄。2001年入華人置業做嘢，嗰年就確認咗女友身份。第2年就生咗大女劉秀瑩。劉鑾雄出手闊綽，送豪宅、送名車、送股份，嗰陣時港媒都話佢係坐定粒六嘅準劉太。而甘比呢？本名鄭海韻，同呂麗君同年出世，但出身天淵之別。香港公屋家庭大，父母日日為子嗌交，老豆脾氣暴躁，經常喐手。父母離婚後，阿媽帶住3姊妹改嫁繼父，一家幾口逼喺沙田嘅細屋入面。甘比只讀到中學預科就輟學，16歲出嚟打工，喺快餐店捧餐。1999年入咗蘋果日報做娛樂記者，專門跑富豪明星嘅八卦。一個博士學歷，樣貌出眾；一個中學輟學，樣貌普通。論起跑線，甘比被呂麗君拋離唔知幾多條街。真正改變一切嘅係2008年，甘比生咗女劉秀華，呂麗君慌咗，以劉太名義出咗封公開聲明，質疑個女嘅親生父親身份。呢一下剛好踩中劉鑾雄嘅地雷，佢最憎家醜外揚。甘比嗰邊只係回咗一句所有同劉先生有關嘅事，一概唔答，高下當場就分咗出嚟。劉鑾雄停咗呂麗君嘅信用卡，2014年兩人正式分手。2016年佢直接喺各大報紙頭版出聲明，清清楚楚寫住本人與呂小姐在2014年已經正式分手，彼此再沒有任何關係。接受訪問時講得更狠，直接話呂麗君100%蠢。之後冇幾耐，劉鑾雄同甘比正式註冊結婚。事後咗足足10年，甘比終於拎到嗰張人人都眼紅嘅結婚證書。2017年，佢一次過拎到估值180億港幣嘅荔灣整棟商場，最關鍵嘅係佢拎到華人置業50.02%嘅股份。後來長子劉明偉又將手中24.97%嘅股份轉出，甘比名下持有劉鑾雄74.99%嘅華人置業股份，共同管理嘅財富估值超過700億港元。嗰陣時，全港媒體都喺度寫呂麗君輸到渣都冇，甘比大獲全勝。但人生呢場長跑，又點可以淨係睇前半段呢？據接近花誌嘅消息透露，呂麗君離開後並冇坐以待斃，佢頂住倫敦國王學院化學博士嘅銜頭，一直喺出面搞債券同房地產方面嘅獨立投資，財務運作上有意避開同甘比喺商業版圖上嘅正面衝突。佢俾自己2個細路都定咗非常清晰嘅路線，唔去爭權奪產，專攻情緒價值。劉秀瑩港大建築學士碩士畢業，喺黃竹坑開咗8000尺嘅舞蹈劇場，自己做老闆，跳芭蕾，自彈吉他，仲攞過國際武術比賽嘅獎項，妥妥嘅健康獨立人設。細仔劉子峰喺杭州寄宿學教期間當選學生會主席，全科滿分，攞到學教最高榮譽嘅總監獎。呢2個細路唔使孭住100億浮虧嘅沉重包袱，亦唔使受聯交所咁多康康條條嘅約束。佢哋完全可以輕裝上陣，將父子情深呢門生意經營到有聲有色。第4章，劉明偉最精明嘅高位屠頂。喺呢場豪門大夫入面，仲有一個角色不容忽視，長子劉明偉。2017年家族信託重組嗰陣，
劉明偉分到大約24.97%嘅股權。結果冇幾耐，佢就將呢筆龐大嘅股權轉讓俾甘比陣營。當時唔少人食花生，覺得長子奪的失敗被邊緣化。但而家翻轉頭睇，呢根本算唔上失敗，反而似一種精明嘅高位逃頂。抌低股權之後，佢轉身去做咗海洋公園董事局主席，後來又出任青年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喺政商兩界創出自己嘅一片天。佢放棄嘅無非係繼續留喺一部要日日填氹嘅商業機器入面做一顆運轉螺絲嘅機會。個個都爭住接棒，佢反而主動退出呢場高壓煲一樣嘅權力博弈。據知情人士透露，劉明偉目前定居英國，同家族核心紛爭劃清界線。佢選擇嘅唔係逃避，而係另一種形式嘅自保。當一艘船開始入水嘅時候，最聰明嘅人唔係去塞漏洞，而係提早跳上救生艇。第5章，劉鑾雄，松股市狙擊手到輪椅上嘅老人。諗下劉鑾雄嘅起點，今日呢副光景確實令人感慨。1951年出世，細個嗰陣屋企開間細細嘅五金鋪，佢憑努力拎到獎學金，去咗加拿大嘅溫莎大學讀工商管理，亦都係喺呢段期間至咗第一任老婆寶詠琴。返到香港後，佢同老婆一齊接手老豆間就嚟執笠嘅吊線廠，轉型做出口，成立咗愛美高。1978年，藉住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後美國全民節能嘅東風，佢靠精準出口古典吊線賺到人生第一桶金。後來殺入香港資本市場，憑住一次一次舉牌，成為令老牌財閥聞風喪膽嘅股市狙擊手。1985年，佢利用股票泡沫，先喺高位沽出股份，等股價插水再低吸返嚟，一次就淨賺2個億。從此，股市狙擊手嘅朵不脛而走。之後佢透過一系列收購，華人置業、能塔科技、中華煤氣，連連得手，資產一路逼近200億美元。喺最巔峰嘅時候，佢旗下同時擁有多家上市公司。喺個人生活上，佢亦係一擲千金，使2000萬港幣買咗間半山別墅俾李嘉欣，包起成個報紙版面登生日祝福。甚至半夜揸2個鐘頭車就為咗送一底腸粉。佢仲幫蔡少芬還咗上億賭債，同佢轉歌緋聞嘅女明星有關之琳、洪欣、袁潔瑩等等，加加埋埋至少有28個。大半輩子過去，當年嗰個叱咤風雲嘅獵人，而家連喺室外抖啖大氣都要靠層層過濾嘅機器嚟保駕護航。2016年，腎衰竭、心臟病、糖尿病如山洪般爆發，腎功能一度跌到得返大約8%，每星期要洗3到4次腎。佢喺養和醫院接受腎臟移植手術，耗資數億港元先至得以續命。自此之後，佢就開始咗漫長嘅抗排異藥物治療，免疫力極低，要時刻小心翼翼保護自己，出門幾乎離唔開輪椅同白毛巾。一個連開2個鐘頭董事會都頂唔住嘅老人，再點梟雄都孭唔起權力嘅重量啦。權力自然要尋找新嘅載體。第6章，一張舊相，搞動嘅唔止係親情。翻到劉秀瑩嗰張舊相，表面睇呢個係一個女對老豆嘅溫情表達，但放喺成個家族博弈嘅棋局入面，呢張相嘅份量遠遠唔止於此。據接近花誌嘅消息透露，劉鑾雄已專門設咗第3組信託俾呂麗君嘅一對仔女，涵蓋教育基金、保險同不動產。外界估算規模約80億港元，約定30歲先可以喐用本金。而劉鑾雄2023年喺記者會上嗰句表態，屋企人包括呂麗君子女，早已為後續資產安排留低咗空間。2025年底新商場開幕，呂麗君一對仔女一左一右扶住大樓。甘比在場都冇黑面，港媒當時報道話冰山融咗。資本嘅接管同情感嘅接管，從來就係平衡嘅2條軌道。拎咗資產嘅人唔一定可以時刻陪伴，而專職提供情緒價值嘅人，亦都唔使去渾水入面淌淚。第7章，真正嘅懸念，邊個喺操盤呢場1000億資產嘅終極洗牌？
劉鑾雄75歲生日嘅冷清同反差，唔係一個孤立嘅八卦事件，而係佢健康衰退打破原有平衡後，各方勢力重新博弈嘅縮影。甘比手握華人置業核心資產，但面對獨力支撐商業帝國嘅經營壓力，以及老公健康衰退帶來嘅家庭關係變數，呂麗君一脈打親情牌，以仔女嘅個人成就同主動修復父女關係做籌碼，爭取喺家族資產安排入面嘅話語權。劉鳴煒早早抽身喺海外經營自己嘅政商版圖，而所有呢啲動作嘅真正原動力，都係源自劉鑾雄嗰副日漸衰竭嘅身軀。老一代巨富們往往有一種錯覺，總覺得只要將財富積累到足夠嘅體量，就可以買斷晚年所有嘅體面同安全。龐大嘅資本確實可以買到頂級嘅醫療保健，買到身邊人嘅服從同時間，但買唔到自己細胞衰老嘅速度。喺呢場衰老同財富嘅較量入面，信託架構可以精密到滴水不漏，股權分配可以公平到冇人指責，但冇任何一份有法律效力嘅文件可以代替一個75歲老人自己企起身行兩步嘅能力。面對生命規律最徹底嘅臣服，先至係所有頂級富豪走到最後必須要吞落肚嘅現實。而喺呢場現實面前，甘比坐立難安嘅，或許唔係要變天啊，而係天早就變咗，只係佢仲努力撐住嗰把遮。至於把遮仲撐得幾耐，遮下面嘅人仲企唔企得埋一齊，恐怕連劉鑾雄自己都俾唔出答案。